将希望寄伫你身边。若无完整的过去，心话一个伊，伊心为你放弃婚姻，爱袂停止。你敢会愿意交予我你的心，留伫这片人海袂分开？你敢会相信天安排的约定，无意中放思念去找你？大家好，我是郭宗佑，我写过的歌有上爱迄个人、有啊。甚至是体会如下的阿嬷感谢。若是想要了解我写歌的一寡过程，请一定要记得收看《心所爱的歌》。总有这个囡仔吼，伊阁是定定是这个据点王，较早啦，即马无哦，即马话加足够讲的。伊较早，比如讲啊问讲，啊无咱来食饭好无？来食啥物？食啥物？伊就会讲拢会用的，啊就无啊。伊袂发表家己的意见。伊是一个嘛算足随和的人安尼，久来就慢慢啊有迄个感情，就感觉这个囡仔真正是算演艺界吼真特别的人，因为伊除了唱歌好听以外，伊吼迄个外交能力哦算较无。嘛，毋是讲伊人缘无好，是讲伊迄个外交能力，就是伊袂主动甲人开讲，哦，伊是迄个较闷骚型的。油啊，加油！你的坚持，大家拢看会到，啊嘛希望讲吼，你会当伫即个歌坛早一日、早一届会当摕到金曲歌王。上重要就是紧找一个对象，吼，啊莫互等伤久，吼。不管后壁人生路途会阁拄到什么状况，千万唔通袂记的，咱两个是永远的兄弟，加油！分开几路灯，你的物件拢无震动，这是我向来对你的思念。这呢长的时间，我有愿坚持一个人，所有的困难我家己承担。想着彼一天，心肝头就袂轻松。对你的爱犹原遐尼重，缘分怎样来稀烂？明明相爱却总是相闪。你是我上爱迄个人，你放我踮情海中迷茫，我的心不愿忘。你煞讲你已经有别人，你是我上爱迄个人，你过了无好我的不甘，当初你的手若莫放，就免孤单。几路灯，你的物件拢无震动，这是我向来对你的思念。这呢长的时间，我犹原坚持一个人，所有的困难我家己承担。想着彼
迄一天，心肝头就袂轻松，对你的爱犹原遐重，缘分怎样来稀人？明明相爱却总是相闪。你是我上爱迄个人，你望我恬情海中迷茫，我的心不愿放，你煞讲你已经有别人。你是我上爱迄个人，你过了无好我的不甘，当初你的手若莫放，就免孤单。你是我上爱迄个人，你望我恬情海中迷茫，我的心不愿放，你煞讲你已经有别人。你是我上爱迄个人，你过了无好我的不甘，当初你的手若莫放，就免孤单。咱今仔环境，少年辈名作词作曲家，出名的歌手郭仲佑，总有欢迎。郭金老师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仲佑。小花甲你埋怨一下，哈，安怎小花甲你斗一下，安怎讲？因为你的歌吼，嘿，安尼拐我足侪目屎。哇，你是我上爱迄个人，你过了无好，我会唔甘。迄一定是伤心甲铁底才会写出即个话啊。是啦，迄个时阵是真正非常伤心，失恋啦，迄个时阵拄啊失恋的时阵，然后咧开车的时阵吼，我就感觉，迄个时阵心情一直无讲介好，我就车哪开咧，拄啊要转去南部嘛，就想讲哦，嘛要要发新的作品，应该嘛要家己写一寡歌，拄啊迄个时阵心情一直想着过去足侪往事嘛。想咧，歌词就出来啊！我感觉这首歌我嘛感觉真神奇，就是歌词出来，迄个 melody 嘿，就对咧一直出来，所以我迄个曲甲词是同齐出来，嘿。是虾米款原因两个人分开？虾米款原因哦？其实无虾米足大的原因，就是当年落来累积落来的迄种一寡小代志无去解决。一直累积到足济的时阵，无落解决，就分开啊。相信迄一幕应该你也个印象真深啊。其实我一直拢无去想即件代志，然后应该讲迄个时阵伊甲我，是对方提出即个要求的嘛。其实我拢一直无去正面对即件代志，我拢感觉讲迄是，就是无现实的代志啦。一直到我静落来，我发现讲，即个就是可能一年过去，2年过去，我开始发现讲，即个人真正无伫咧身躯边啊。我较常去知觉着讲，哇，阮两个是真正分开啊！即件代志真正已经发生啊。然后迄个时阵，迄个规个感觉着到迄个时阵，所有遗留落来物件，你嘛也搁甲保守掉的。还佫唔甘拼掉，才有歌词的头一句。其实到即嘛还佫老咧，已经4年外嘛是还佫老咧，就是无特别想要甲淡掉啦，嘛袂讲要甲摕起来看，就是藏咧。搬厝的时阵，因为我拢是藏伫箱仔内底嘛，你嘛袂讲，嘛袂去想着讲伊的物件藏伫遐，
啊，就是嘛袂想讲要甲遐物件清淡掉，啊，就搬来，你对伫身躯边安尼。你是真小情的人，啊，咱头拄仔伫咧讲，词出来，melody 就出来。这正就是对台语歌，迄个词甲曲结合，互相按怎样教的吧？已经有下足侪心情，才有即种的功能呢。因为我对细汉我咧学歌足紧的，啊，因为阮爸爸足够唱歌的，啊，所以我就是对细汉听爸爸唱歌哦，啊嘛对唱歌这件代志就做有兴趣的，啊嘛我嘛毋知对当时开始发现讲，我敢若对歌的天分算淡薄有啦，啊，就是可能因为对即个音乐的迄个敏感度有，所以即个 melody 咧出来的时阵哦，家己嘛有家己的迄个风格啊，啊，细汉拢有啥物歌？印象较深。细汉因为是对伫拢是对阮老爸咧唱嘛，啊伊拢是唱一寡台语老歌，像叶启田大哥啊，还是陈雷大哥，加一寡于天大哥加的，一寡较老台语歌，传统的台语歌，但是我个人是较介意听一寡吼抒情的歌啦，但是我细汉的时阵嘛无讲吼，后盖大汉的时阵想要来唱这种歌，往这种歌发展，因为尾啊可能读高中的时阵就开始有听家己的音乐嘛，因为细汉是对老爸听，较大汉了就有家己的介意的物件，我就开始听一寡较少年气的，可能因为自细汉就拢是讲台语的关系，所以讲我咧听台语歌吼，我嘛拢会较往一寡较正统的，要讲较正统啊，就是我介意听迄种，我毋免特别去看歌词，就听有的台语歌，我知影中央伫咧国中的时阵吼，安尼逐工唱歌吼，唱到厝里的人，真正讲无定你当去做歌星呢。其实对啦，我差不多是对国中开始无毋对，身躯边一寡同学啊，啊搁一寡厝内的人吼，拢会。其实阮厝内的人拢感觉我做差的，伊拢会讲啊你是喙齿疼的，因为我一感觉毋拢咧唱歌，大细声黑白嗨。但是因知影讲我足介意唱歌的，啊而且我身躯边的一寡朋友吼，一寡东创的遐，因拢会感觉讲，啊你唱歌遮好听，你若无爱去参加比赛看卖啊咧。啊，迄个时阵其实因为阮较早伫咧庄脚所在吼，较无即种环境啊，所以迄个时阵有即个梦想，但是无门路通去接触，啊是一直到我差不多读高中的时阵，我才开始有去外口参加比赛。但是迄个时阵，因为我较容易讲会惊舞台，我气力我会足紧张的，所以迄个时阵我高中第一届参加比赛。我比赛了，我就唔敢去比啊！我甲阮兜的人讲，哦，迄太恐怖去啊！我就唔敢去参加比赛，是一直到虽然讲我足紧张足惊，但是我心内嘛是一直有即个梦想，就是想要做歌手。所以尾啊，我就想讲，啊，想要做歌手，你连上台唱歌拢会惊，安尼你是要安怎讲做歌手？所以我尾啊，我开始一直就是，若是有一寡离我较近的比赛，我就一直去报名。就是训练家己就对啊！我甚至伫咧大学的时阵，我阁有参加乐团，我有家己组一个班，家己出去外口学袂耍安尼，去练胆量啊。开始伫外场就会吊顶，就会得到头名，对不？这是有影的。我头一差不多一冬的时间哦，拢毋捌吼，甚至有当时啊连决赛拢无入，初赛就淘汰啊。我一直比到差不多一年后，我开始入前3名的迄个，就开始比赛吼，拢会入前3名。迄其实迄个过程嘛足艰苦的，因为迄个时阵吼学生啊嘛，啊去参加比赛，迄报名拢爱报名费，300、500安尼，迄其实对一个学生来讲嘛，迄就是条钱啊呢，真有负担嘛。因为迄个时阵拢是伫外口可能做一寡粗工啊，啥物迄趁一寡所费，啊你安尼300、500，其实迄出去吼，有当时啊，嘛是会感觉讲心情，而且有当时啊若无入决赛吼，你嘛会感觉讲，哎，一寡朋友拢感觉你真够唱歌，啊结果你去比，连入决赛都无，会感觉无迄个面去面对朋友，啊渐渐，我是感觉好佳在讲吼，我的迄个决心足重的啦，所以我一直坚持这件代志。迄当阵参加比赛，你拢经什么歌来唱？
哦，迄个时阵，因为伫外场咧比赛吼，大部分的人拢是唱台语歌较济，所以迄个时阵我拢是拣一寡足老的，比如讲《痴情大西港》，也是讲啥物春夏秋冬，就是即寡较老气的台语歌，因为想讲爱。甲大家共款嘛，大家拢安尼比，啊，咱嘛是想讲小好大哥的歌啊，遮的拢是经遮的歌较济啊。啊，迄嘛较会当表现灯音，表现吉他。对，伊的技术的迄个物件较济嘛，所以拢会经遮的歌，想讲较有法度展现家己的歌艺。妈，感谢你的坚持，予我会当来到你身边。毋是甘着金汤匙，细汉嘛无人要甜，只有你毋捌甲阮放弃。妈，阮大家拢爱你，细汉甲你误认是阮对不起，加在有你的假使，予阮路无行偏去，会当请人，予人看会起。人拢讲我亲像有爱淡消水，藏愈久是愈甜愈软味。人生剩的日子，我一定用尽全力，甲你友好，予你过了欢喜。无在身边，就爱保重家己。等待分开见月明，阮的成功倒转去，予你骄傲，予人学落目会当试。人拢讲我亲像有爱淡消水。是愈甜愈软味，人生剩的日子，我一定用尽全力，甲你友好，予你过了欢喜。我亲像有爱淡消水，愈大汉愈乖愈捌代志。人生剩的日子，我一定无所不至，予你亲友，予你欢欢喜喜。妈，心爱放予开。免烦恼，阮好好享受过日。拢是万项拢爱练出来才会在打。中悠到甲当时讲练到我敢上电视报名，全国拢看到我，迄个是啥物款的机缘？其实我上电视我是完全无准备的，因为迄个时阵就是因为我定伫外口比赛嘛，就有去互
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看到因来甲我联络，问看我有想要去唱无？我就是想讲去上课上看卖嘛。结果去上课时，伊就甲我讲，若是后礼拜要开始录影，你敢有法度？去迄个时阵，我其实是我哪有法度？我完全心内无准备啊！而且我迄个时阵讲实在嘛，还佫无遐在。毋过咱嘛是想讲，我难得有即个机会，你若会当甲拒绝对不对？我就好啊 ，OK 啊，就去啊。其实真正是完全无任何准备的状况之下，我就去参加明日之星。讲实在经验嘛，较无遐尔啊充足，所以去比的时阵吼，压力足大的。迄个时阵其实嘛3几啊公斤的，压力以外，我相信讲一定原来有真欢喜的成分。真欢喜的成分就是讲，总算踏上即个舞台，就是真正敢若像较早细汉的时阵，迄个梦想，讲想要做歌手，即马徛上即个舞台，而且是电视播出，全国的人拢咧看，敢若真正要做歌手啊，迄种感觉，其实迄个时阵足欢喜。刚开始原来加减减吼，有个人甲你表示，讲我有咧看你唱歌呢，即个声音是毋是原来传来到咱的耳孔底？迄个时阵，阮妈伊去菜市啊，定定去菜市啊买菜的时阵，遐都拢会讲，我有看恁后生去咧比赛，而且头前1、2集的时阵，因为厝内的人嘛有去现场甲我加油嘛，伊就讲，我电视顶嘛有看到你去甲恁囝加油，啥物？其实迄个时阵真趣味啊，因为迄比赛的关系，2礼拜录一届嘛，中午阁爱去上课，所以其实你要有一个正常的工课嘛，无遐尔啊简单。迄个时阵我会记得我伫咧帮人外送，咧送餐点迄种的，我有一届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戴安全帽，佮挂迄个牛喙篮安尼，摕餐点入去，问人事了，伊讲，你毋是迄个咧比赛唱歌迄个？我惊着，因为我想讲，我打去咧比尔，我挂甲安尼，你阁会认得我？迄个时阵其实嘛，互我增加袂少的信心。毋过真正要行甲讲，摕到上大的奖，一关过一关的冠军，到会当出唱片，即个中间的坎坷辛苦吼，讲袂尽啊。因为后一关的对手毋知谁呢。因为我当初会去参加即个比赛，上大的原因嘛是因为想要替家己的老爸，就是做伙完成即个梦。因为我会记得伫个我细汉的时阵，阮爸有甲阮讲过，讲吼，伊较早细汉的，伊较早少年的时阵，其实原来有去学过唱歌，而且伊佫有甲我讲啊足清楚，伊讲迄个时阵伊甲一个前辈彭水吴前辈，因是做伙咧学唱歌的。迄个时阵其实伊是有机会会当往迄个方面去发展，但是因为阮爸伊是大囝，厝内的环境嘛无好，因为厝内有5兄弟姊妹嘛，阮阿公伫阮爸10几岁的时阵就往生去啊，所以伊算讲大囝，伊感觉伊爱担即个责任，所以伊就无往迄个路去行，伊感觉伊爱开始去外口学功夫，爱趁钱倒来帮助厝内遮兄弟姊妹。所以迄个时阵我去比赛，我就感觉讲，除了我家己爱唱歌以外，我阁要替阮爸、阮做伙完成即个梦想，做歌手即个梦想。所以伫迄个过程当中，不管拄着偌大的失败、偌大的艰苦，我拢是感觉讲坚持落去就对啊，就是坚持做对的代志，我相信一定会成功的。家庭，爸爸妈妈，甚至讲阿公阿妈，我想伫中游的作品内底。阮听会出来，对你真有影响。亲像讲今日，阮听你咧唱《游啊》这条歌，嘛你家己写，是家庭对你真重要，对无？厝内的人，我是甲排伫第一位啦。我感觉，若是要以《游啊》这首歌落去讲的话，我拢会定定讲吼，因为我是排第6个嘛，我起哩是哥哥，佮起哩4个姐姐，所以阮妈妈有我的时阵，其实。厝内的时代是无同意讲要互我妈妈甲我生落来，因为感觉讲厝内囡仔嘛已经有够济啊，而且负担嘛真重啊。迄个时阵，阮妈就感觉讲，嘛是坚持爱甲我生落来，因为拢已经有啊嘛，你体调嘛毋好，坚持要甲我生落来。生落来了，其实我伫咧厝内，因为阮哥差不多大我2岁外，将近3岁。伊就算讲足乖啦，足乖细汉佫古水足缘投的，大家拢足介意哥哥，较无遐尔介意我，所以迄个时阵其实厝内的是大人，
迄个时阵细汉的时阵吼，可能有淡薄仔较无受人疼痛。迄个时阵我是真感谢妈妈佮姐姐因为因感觉因就是因为感觉讲是大人，敢若较无遐尔啊介意我一个囡仔，所以因拢会特别对我特别疼惜。伊感觉可能惊讲吼久来，我若是定定安尼，可能会心内会受影响，所以会互我特别侪的关怀啦。但是伊嘛无讲因为安尼就较无关怀哥哥，只是讲会特别互我加一份的关怀。啊，所以我就是自细汉就伫即种大家拢做疼惜我的即个环境之下来大汉，所以我会感觉讲，我若有能力，我就回馈因啦。嘿，这条油啊，就是用这种的心情，是伫什么款的环境内底去写出来？敢有某一个节日，还是某一个原因讲特别要讲话互妈妈听？讲实在，我足久以前我就有想要写一首歌互爸爸妈妈。但是我一直毋知要安怎去落笔。毋过这首歌到最后会写出来，上大的原因是因为拄好伫迄个时间点，妈妈的身体出淡薄仔状况。迄个时阵算讲有去检查到身体有无好的物件。因为爸爸伫咧我国中2年的时阵就无伫个啊，所以剩妈妈。妈妈对阮规家伙来讲，拢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存在啊，因为厝内一定要有时大嘛，因为阿嬷伫咧前几年完啦回去啊，所以妈妈会当讲即马是一家之主，一个厝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时大伫的，迄才是一个完整的家嘛。所以迄个时阵，妈妈的身体出状况，大家拢足烦恼的。伫咧迄个足烦恼的状况之下，搁想到我拄仔讲的，可能细汉的时阵较无受疼痛，但是妈妈姐姐安尼甲我照顾。我常常规个灵感，一个仔就出来。我原本是完全毋知要哪落笔的哦。伫咧迄个状况之下，这首歌我会记得我差不多一工内我就写出来，完整的一工内我就写出来。其实我是一个足精的人啦，嘛毋是讲吼袂出来，应该是讲。你若要叫我伫咧厝内的人的面头前，甲因分享即种遮尔啊细节的物件，我感觉我无法度好好讲，我可能讲2句我就会挡袂牢。所以迄个时阵，其实即首歌对我写好，甲我录制完成，甲我甚至唱片已经发出来，我拢无互阮妈知影讲我有写即首歌。我是一直到，因为我是咱迄个新历的5月初2发行这张新的专辑嘛。5月初2，我会记得母亲节，敢若我过无几工就母亲节啦，所以我是伫母亲节当天，所有兄弟姊妹大家拢伫的时阵，我摕一粒足大粒的音响甲放入厝内，放足大声，我讲我有一首新歌，我写一首歌真好听，大家来听看卖。伫迄个状况之下。阮妈妈甲阮厝内所有兄弟姊妹第一届听《有我》这首歌，我是用安尼。我相信你一定真欢喜，真感动。姐姐因听甲拢讲实在，真正拢听甲哭出来。妈妈其实我真意外，因为阮妈是一个真感性的人，伊真容易讲讲咧就雄就流目屎。迄天伊颠倒忍掉咧。互我真意外，但是我相信讲，伊是足欢喜的，而且伊像伊即马伊手机仔的迄个 melody 的迄个铃声，伊嘛是用我这首歌，代表伊其实足欢喜，我有写这首歌送互伊，只是讲伊可能家己一个人的时阵，偷仔流目屎，有可能，以我了解伊的个性。分开的彼段凌晨，世界遐安静，偌多失眠的暗暝，用目屎紧家己，看着咱的旧相片，思念每一个残景，慢慢行到步花边，走出你我的回忆。是毋是当初的日
太软弱，无勇气面对未来的生活，才将咱的缘分来拆散。是毋是当初的爱无坚定，才会一届搁一届受伤害，最后也是对你的爱藏心内。安静，拍做失眠的暗暝，用目屎紧家己。看着咱的旧相片，思念每一个残景，慢慢行到步花边，走出你我的回忆。是毋是当初的你太软弱？无勇气面对未来的生活，才将咱的缘分来拆散。是毋是当初的爱无坚定，才会一届搁一届受伤害，最后也是对你的爱藏心内。是毋是当初的你太软弱？无勇气面对未来的生活，才将咱的缘分来拆散。是毋是当初的爱无坚定，才会一届搁一届受伤害，最后也是对你的爱藏心内。迄若郑经理一哥坐伫遮吼，伊就会讲，你要加写歌，加写一寡吼，迄个较慢写毋敢写，迄个加写一寡吼，迄个较含慢写，伊就毋敢写安尼啊。伊敢会安尼讲？伊会甲你鼓励啦。伊感觉无人写呀，伊。啊，当然啦，但是伊会鼓励你二名啊，啊，吼，迄个三名四名毋敢写，因为你真正足够写嘛，写甲足好。尤其佫镜头拄我咧讲，迄个词甲曲吼，毋免看歌词，即卖台语歌，亲像你遮讲究。曲词加较遮捌，讲起来吼真宝贵。其实，我咧写歌吼，有当时啊嘛是会做丢度啦，因为咱坚持即种正统的即种台语发音，就是像老师讲的，甲词甲曲加足捌的即种感觉，是我坚持咧做的代志。但是即马较少年开的台语歌，可能。遐个较有人咧听，还是讲较红的遐个歌吼，其实大部分敢若较毋是即种词甲曲加足捌的即种感觉。我嘛是有咧想讲，我敢要往迄个方面去写，但是我搁家己心内迄关搁过袂过。我会感觉讲，咱是真正正港的台语人，咱就应该要甲台语即个正式正港的台语，该发挥好。以正确的，要怎讲？以正确的方式啊。南部囡仔的精神，相信会愈来愈侪人甲你肯定甲鼓励。其实我足感谢遮个时代啊，歌哥嘛好，冰冰姐嘛好，因对我拢足照顾的。啊，我嘛是，我感觉这是一个缘分呐，因为我嘛想袂到讲我去参加这个比赛，唱歌比赛，比赛了，入去这间公司，结果这间公司的这个节目是我自细汉就遮尔爱看的一个节目。而且我竟然阁有这个机会会当去参加这个节目，并且伫这个节目内底，阁互大哥其实讲实在，咱迄个时阵入去菜鸟啊，伊其实嘛会当讲毋免遮尔插咱这菜鸟啊嘛，对无？但是伊足互咱机会，可能感觉讲，这个囡仔真认真，啊嘛乖乖啊，体能阁袂歹，对这个节目，拄好有下这个节目的味，啊，就
定定有一寡吼，迄观众足厉害的观众来，拢是派我出去。其实迄个时阵，我感觉少年呐，嘛是戆胆。若出去比赛吼，拢无咧管啥物会着伤也袂着伤的啦，就是尽全力去比就对啊。啊嘛是因为这种精神，我感觉我嘛是因为安尼吼，互观众朋友对我印象足深的。啊嘛渐渐伫即个节目，互逐个人熟悉郭宗佑、郭中佑即个名。啊嘛因为安尼的关系，因为渐渐有愈来愈侪人知影你即个人了，较搁转来，互大家知影讲，我是一个歌手，我会晓唱歌，而且我嘛会晓唱台语歌。啊嘛，愈来愈个人化，因为真侪奖金到尾也无摕到，拢是因为你的关系啊。伫迄个过程当中，确实是足侪人去用足侪人骂啦。啊，毋过我必须要讲哦，感觉有一寡人拢会骂讲哦你拢甲迄观众抢奖金对毋对？但是其实伫咧现实，我出去外口，我若伫比如讲去买菜创啥，拄着遐个无熟悉哦，无熟悉遐个阿姨阿伯啥，伊拢会讲好。我最爱看你得奖金的呢，啊你顶礼拜个赢5000吼，啥？因其实最爱看我摕奖金，啊会骂吼，就是固定遐个人。毋是啦，会骂是当事人啦，是处理迄个啦。啊，毋过因为讲实在啊，迄个时阵吼，伫足尽力咧耍咧伫遐咧甲人拼的时阵吼，因为迄个时阵真正过了无好，嘛是欠所费，所以遐个钱对我来讲真重要，遐个奖金对我来讲真重要，所以我嘛是拢尽全力去拼。啊，毋过像讲即马咱可能较稳定啊，有当时啊，咱若赢着种奖金，咱嘛是会甲逐个观众朋友，咱会甲因分享嘛。其实就是安尼啦。过关的比赛，佮转过来讲综艺节目，并且我那真甲咱牵桥，我那伫伊的身躯边斗主持节目，这个另外一种的挑战对无？是啊，像我拄仔讲的，我足感谢会当对伫个歌歌的身躯边学习，因为即几年啊，嘛对咧可能有7、8年有啊。其实讲实在，学袂少物件，所以入去甲内底咧对冰冰姐咧主持即个综艺即个节目的时阵，嘛上起码较袂讲毋知影要安怎，而且可能本身家己是歌手出身的，所以对唱歌即件代志足有热情，嘛足敏感的，所以袂讲吼，毋知要安怎去甲因融入即个感觉内底啊。其实足紧的，大家就迄个默契会愈来愈好啊。迄就是进步，迄就是做啥吼，拢安尼要甲认真做好迄种的精神。啊，我知我有听讲中佑咧写歌吼，爱足久了解家己满意迄个形体，才敢交出来互公司呢。啊，毋过其实我感觉写歌起头是上困难的，有起头迄2、3句，其实有当时啊静落来，一首歌就出来啊，就是看有法度静落来无安尼尔。啊，所以我手机内底其实讲实在，真正有真侪，我拢是写2、3句，还是讲写一半。写不了啊！我感觉敢若无遐好，我想要囥咧。等到我总有一天，迄个感觉来啊，我想要甲伊搁修较完整一下。我感觉 OK 啊，我才会摕互公司听。啊，真正扣了油，扣了水，公司嘛真侪歌手，拢甲你互相有合作，有诶对唱，有诶唱你诶歌，像你讲慧茹，你甲写几多条歌呢？像伊即届新诶专辑，我就有甲写一首《阿嬷感谢》。这又搁是亲情诶歌。其实我感觉写亲情的歌，对我来讲真艰苦啦，因为无简单。有当时啊，而且吼，这首歌我感觉佮愈无简单的所在是，我去甲慧茹问讲，你有特别想要表达啥物无？还是讲有啥物物件是一定爱写入去的无？伊甲我讲，无要紧啊，你写就好啊。伊甲我讲一句话，讲你写就好啊。因为为什么伊会遮尔放心，就是因为。我甲慧茹其实阮已经熟悉足久的啊，阮的交情吼嘛一直拢足好的，甚至讲伊的阿嬷是甲我当做家己的孙仔咧照顾，所以大家拢真亲啦。啊，我对伊的背景嘛算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伊就真放心，感觉讲我一定会当帮伊把这首歌写好。其实我写较足艰苦，我是写袂出来呢，我是一直逼家己，我想惨啊这。公司交代这个任务给我，我若无甲写好嘛袂使，到底是要安怎较好？到尾想想的，我感觉讲，无就莫遐复杂，
有当时啊，简单的物件是上容易去感动人的。我就决定讲吼，简单就好啊，就是直接简单，就是要对阿嬷讲什么话，就直接讲，就写出来。迄个词甲曲嘛是安尼对得出来。慧茹原来有家己真侪作词创作的作品。小等下，咱大家拢真喜欢的国民小妹慧茹来到节目中，甲咱做伙开讲。又过天光，离我踮阮身边，亲像咱初见面的迄时，乌乌的头毛，使人安心的眼神，轻轻的喘开声，遐尼安稳。又过失眠，无你的日子，天顶寂寞的目睭，闪闪烁烁，想你讲话的声音，心肝像海洋，轻轻叹一声，我想你。惊时间无够通爱你，我的过去甲未来，早就拢是你。知影你脾气无啥好，我也解到这粗，请多多包涵，将阮的手牵按。惊时间无够通爱你，这呢深的牵挂，安怎听阮开？咱讲好的约束，要斗阵行的路，请你亲像将阮的手安好。失眠无你的日子，天顶寂寞的目睭，闪闪烁烁，想你讲话的声音，心肝像海洋，轻轻叹一声，我想你。惊时间无够通爱你，我的过去甲未来，早就拢是你。知影你脾气无啥好，我也解到这粗，请多多包涵，将阮的手牵按。时间无够通爱你，这呢深的牵挂，安怎听阮开？咱讲好的约束，要斗阵行的路，请你亲像。
怎听阮开？咱讲好的约束，要斗阵行的路，请你清楚，将阮的手牵好。大家对伊真熟悉，咱讲伊是国民小妹，是真正对家己的作品原来足认真的作词作曲家赖慧茹，慧茹欢迎。老师你好，大家好，我是慧茹。今仔日吼，嗯甲中央两个合唱的歌无唱，中央写互你唱的歌嘛无唱，来唱家己的歌，好，就是要来 PK 啊，带来当初的咱。所以恁两个歌拢互我考啊，毋知要安怎。哎呦，哎，今日老师嘛算是一个感情真丰富的人。就感性。哦，啊，你家己嘛是啊，我听讲你录当初的咱这条，当时原来录到用要挡袂掉。因为这首歌是我家己写的嘛，所以我家己故事去写，所以你录音的时阵，的感情哦会较丰富，会录足久的。因为伫咧录音的时阵会哽咽嘛，啊，你就有淡薄仔鼻音就出来了。啊，伊个随时拢足丰富的。啊，是吗？情感随时拢足丰富的。头拄啊，中午咧讲，嗯，讲上爱迄个人是哪开车哪写出来，是家己亲身的过程。我知伊迄个人我嘛熟悉。好安尼哦，啊，今日紧讲一个，我讲到底是啥物人？啊，真正是安尼。伊较早的对象啊，较早的对象。慧茹较早的对象一定原来互你足艰苦，才会写出当初的咱。吼，这条歌词对无？无毋对，你莫笑，因为伊嘛知。哎，我嘛熟悉啦。哎，拢熟悉啦我嘛熟悉。这条歌当初是因为，就是感情世界内底，就是像老师拄仔讲的，受过两者，所以无去选择，尾啊就是离开，所以这段感情就无结果安尼。迄当阵啊，伫咧布岸边写这条歌的，因为我较早心情若无好的时阵，拢足爱去布岸边遐，家己就伫咧布岸边遐看风景，啉一寡烧酒，来互家己一寡灵感安尼。较早定定两个人伫遐咧散步，因为散步伫咧布岸边就会开讲嘛，所以大概等于到布岸边拢会想到迄段感情，所以这条歌是安尼写出来的。照你讲，因为我甲你保证，我袂通知恁看这集的节目。好，我这条歌，迄当阵咧写的时阵，其实是词先出来，词出来了，曲才出来，尾也是。这条歌其实当初嘛写一半，因为迄当阵啊，唔知影要安怎甲结尾，无结果的感情啊，若是讲要甲写完全，迄当阵无迄个灵感，因为逐工拢伫咧痛苦当中。因为我感觉有人是安尼，有当阵啊是安那会写出这条歌，这条歌写出来无一定是你迄当阵啊当咧经历即个代志，有当阵啊是已经经历过啊，所以你去回想了，你才有法度甲这条歌写完全。所以这条歌是我尾啊行出来了后，才甲这条歌完整写了的。用目屎敬家己。嘿，用目屎敬家己。中央看慧茹写的歌，讲起来，写歌应该讲会当称呼是前辈啦。啊，对，唔当唔当。今仔日慧茹唱伊家己写的歌，唱时间无够，嗯，唱当初的咱。包含讲伊若出新专辑，家己有写着歌的时阵，一定原来会甲你交换意见。伊的歌拢会晓唱咧，你的歌表示真够写啊！伊的歌拢会晓唱，这就代表我对伊上大的尊敬。哎，真正的啦，讲一句是内行话哦，对啦，因为有足侪人吼，迄个歌是写甲人袂晓唱，结果谱到写佫比咱较侪。你甲看会懊恼袂？真正懊恼。啊，毋过中央伫咧写歌，真正是真厉害嘛，算真紧。我伊用甲我学了，我做袂习惯的，你知道？你会惊哦？我会惊，我就惊。无啦，这是真心的，因为即摆伊真正甲我写一条要送互阮阿嬷的歌，互我感觉真感动。阮阿嬷听了嘛一直哭。因阿嬷佫有传语音互我，甲我讲，哪讲，讲到拢要哭出来，我嘛毋知要安怎。我相信原因迄个背景，就是因为慧茹甲中央共款，对亲情真看重。是。当时阿嬷感谢这条歌，咧录音的时阵，你原来下足侪感情，甚至我知影讲无啥敢，佮公开唱对无？
就原本今日是有准备这条歌要唱给大家听，要毋过因为我伫录音的时阵已经录袂了啊。最近拄好阿嬷身体嘛无啥好，所以我大概我毋免唱，我敢听这条歌，我就情绪会较济，所以我惊讲我今日无法度伫咧现场，这条歌我一直无法度伫咧现场唱给大家听，因为唱袂了。其实这条歌是中佑专门要写阮阿嬷的嘛，因为中佑甲阮阿嬷甲我的感情拢真好嘛，真熟悉真久啊。我感觉迄当初收到这条歌的时阵，我听多段是因为 demo 是伊唱的。所以伊声音嘛，真感动人。所以我听了，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的原因是因为我自细汉是阮阿嬷带大汉的，最近伊个身体无啥好，所以讲我咧唱这条歌的时阵，听讲自细汉，伊每一句歌词拢是我甲阮阿嬷相处的过程当中，阿嬷细汉上爱听我细汉阿嬷上爱听我唱歌，到大汉一直甲我唱大汉，人情世事。拢甲我教讲要安怎做，安怎做人才会得人听。最后我感觉这条歌上尾一句是我上歹讲，就是要安怎讲，就是因为我就喊你甲阮阿嬷讲较感动的话，因为阮阿嬷拢定定讲耍笑啦，啊无就较无大无细，就是讲耍笑安尼就过去啊。我较少甲阮阿嬷讲一寡较感动人的话。一直到最近伊破病了，我就定定甲伊开讲啊，嘛是共款用讲耍笑，因为我足惊伊心情会无啥好，所以讲这条歌对我来讲意义是足大的，所以真正嘛爱足感谢，佮感谢中佑甲我写这条歌。换一个角度，中佑家己写歌，写的过程中，相信讲家己嘛一定有足侪体会。像慧茹甲我拢共款，阮甲厝内的人相处，拢是袂去讲迄歌，啥物我爱你啊，我袂去讲遮个话。但是阮拢知影讲吼，大家拢是爱大家。但是歌会当，就是你用唱的，你会当甲你所有想要讲的话，拢写伫歌内底，用唱的唱出来。我感觉歌上水、上好的所在就是伫遮。所以我嘛甲一寡。可能平常时毋敢表达的物件，写伫歌内底，用歌来去表达出来。因为我嘛了解阿嬷即摆的状况，所以其实我感觉对要入副歌进前，迄句真欢喜会当做你的查孙啊遐，我感觉遐我就足感动的啊。白头毛拢算袂清楚啊，真欢喜会当做你的查孙啊，这我就感觉足感动的。然后入去，阿嬷，感谢你这呢用心请用我，予我知影人情世事像天遐尼宽，一步一步爱细你行。咱对咱的时代人，永远看他做都无够。嗰种是一个足小面心的人，我足惊我的来宾会目眶红。我看到中佑这么顶真，这么骨力，看到慧茹，大家共公司相敬，感情这么好。我要讲一句，实在是我的心内话。听起来好亲像讲咧讲场面的话同款，但是我要拜托所有爱听台语歌的朋友，咱拢做伙来做赖慧茹，做过中佑的靠山，做因的靠山，互台语歌愈行愈开阔。多谢中佑来到现场，多谢慧茹特别来收听。谢谢。我拜托中佑伫咱心所爱的歌镜头头前，亲像世界的电影明星，嘛亲像过去。阮每一集邀请来台语歌的作词作曲家同款，印一个，互阮对你表示敬意的手印，中佑请。感谢。哦，足这厉害，唔通破哟。还来啊！来，气了。我起来，哦，这顶哦。中佑请坐，好，请坐。哇！朋友，你看嘛，知影讲拄啊，甲中佑开讲甲真知己，所以今日节目收煞。无要讲你的歌，我要讲吼，因为时间无够，无法度搁再开讲。我咱多谢慧茹，心所爱的歌下回再搁来开讲，继续为台语歌
坚持拍拼，咱继续来写好听的歌。